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陸叔馬訊。陸叔馬訊係一個分享六環彩心水嘅 channel。即刻睇下聽日2026年2月11號跑馬地 A 跑道嘅賽事，陸叔有咩心水先？第四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2、6、7。2號紅愛社今季初出谷草咧就即刻攞咗個第二，近仗轉場咧仍然都有飛數支持嘅噃，幕後嘅目標應該都好明確。今次回師谷草1200米係佢贏馬嘅路程嚟嘅，評分亦都重返有利嘅水平，值得再追啊！6號比特星今季同程嘅演出咧都算準成嘅，除咗之前嗰一場咧出閘麻麻地又直路受困之外咧，其餘都入晒三甲嘅。今次強配潘頓再戰，應該都會係力爭今季嘅首勝，決心好鮮明噶。7號多多好馬，上一仗咧以冷門嘅身份直路最後50米先至網控，仍然能夠追到個第二，走勢非常悅目。今次抽到個黃金一檔機會，形勢大為改善，應該可以再進一步啊！第5場4班10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6、7、10。1號凝聚美麗，近兩仗同程咧都係緊輸條頸啦。前一次更加有蝕盡咗個快步速喎，咁但係表現都算硬淨嘅。今次咧只要個際遇正常，發揮到應有嘅水準的話咧，必然都係一個爭勝嘅要角嚟噶。6號枕頭之星處女馬近仗表現咧都慢慢見到起色噶啦。上一場轉彎3碟直路仍然頂到最後50米先斷，咁個進步都算明顯嘅，咁狀態應該慢慢起噶啦，係時候要留意啦。7號萬眾開心。今季初出閘前咧係有落飛嘅，咁可惜咧流鼻血啦，又未能夠發揮到。咁上一仗久休復出咧都輸得唔遠喎，而家嘅評分已經跌到生涯最新低點，反彈嘅時候到啦。10號精益大師屬於谷草嘅好手，上兩場咧都跑唔啱場地啦，志在減分嘅啫。今次回師首本路程又抽到個一檔喎，如果可以守到個 box 靚位嘅話，應該會贏盡個形勢啊！第6場3班165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8、9、11。8號好實力，今季喺4班贏馬之後咧升咗班，咁前仗咧轉彎受阻要收慢啦，咁但係末段仍然有追勢喎，證明咧佢3班都夠跑嘅。咁身為獎金馬咧，鬥志一定係鮮明嘅。9號阿基拉呢一隻7歲嘅老馬咧，評分已經由高位大幅回落翻，上一仗咧更加係2季以來第一次輸唔夠一個馬位，話個狀態應該係翻嚟噶啦，去到贏馬嘅水平噶啦，咁所以咧唔能夠漏咗佢啊。11號魅力之耀處女馬咧，近兩次跑一嚟咧都係好表現嘅，走勢亦都對版。咁作為楊明倫嘅私家馬咧，鬥志就唔使講啦。咁今次轉場咧都應該係求開齋噶啦。第7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3。1號喵喵怪5歲嘅處女馬咧，今季表現持續都有進步嘅，近兩仗咧閘前都又係有大飛數支持嘅，咁顯示咧幕後都係有個求勝心切啦，咁而且咧今次都應該係有力打破呢個悶局嘅。3號東來欣賞谷草1200米嘅專家，今季表現好穩定噶，上一仗全程走3碟不利位置咧，仍然能夠跑翻個第4，走勢都唔弱嘅。今次抽到個好檔，再配翻個贏馬拍檔，屬於爭勝嘅要角啊！第8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8、9、10、11。8號勇霸龍近兩仗咧，其實佢喺直路從來都冇真正網控過嘅，咁但係都跑得近嘅喎。咁前次更加做到全場最快嘅末段，後勁好凌厲嘅。今次只要直路揾到位，又揾得順利嘅話，應該有望爭勝嘅。9號飛輪巴今季贏馬升班之後咧，每一場都有飛數支持嘅喎，證明呢隻馬都備受重視啊！放頭馬又抽到一檔，再配減磅騎師，形勢簡直係如虎添翼啊！10號魅力寶區呢一隻7歲嘅老馬咧，個評分由前一季嘅高位到依家已經減咗36分嘅啦，有晒着數啦。而近兩仗咧，閘前仲見到有大落飛嘅動向添，隨時要睇住佢喺後邊突襲你啊！11號福星小子蔡約翰嘅側身馬近3仗咧已經係有3連勝噶啦，個狀態唔使講啦，勇到爆炸，氣勢如虹啊！一定要繼續跟進，有力再下一城添啊！第9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7、
10。7號太子則新馬近2場呢個表現都好有進步㗎，上一場蝕快步速之下呢，仍然能夠追到個第2，走勢好出色㗎。今次仲要配翻潘頓喎，擺到明要贏獎金，戰意亦都好鮮明啊。10號太太精神，今季呢幾場嘅爭程都表現反覆啦，咁但係近2場呢翻嚟谷草千二米呢個表現即刻，咦有啲進展喎。上一場蝕步速之下又追得近嘅喎，證明個狀態開始翻嚟啦，值得要留意啊！以上呢就係六環彩提供嘅心水馬匹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全部都係陸叔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，大家可以剔走一啲唔認同嘅去慳注數，亦都可以獨立買孖寶或者三寶作為另外嘅投注。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，贏到開巷，加油！